咱即时礼拜要开始，请咱甲手机会记关静音。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请安静心。反正伫遮的隆重的事，咱对听咱的得成教训。兄弟姊妹，请起立，咱来吟圣诗281首。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到。
咱游园徛咧，三个用主甲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续接，请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轮毂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10篇，也是诗篇的第27篇，伫圣诗后面的1013页。启用文第10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虽然大军占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内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救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生气，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爸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深信一项事。着信靠上主。一声，着信靠上主。这是请咱三角阿头来祈祷。搁真搁我全能的主上帝，那你是阮的救主，阮要阿乐来感谢你。你赐予阮人类一个美丽的土地通徛起，无论是伫空中的飞鸟、山里的走兽、野地的草花，天地万项物，拢是主你的手所创造，后主你奇妙的安排甲业你。阮是何等的福气，白白来接受着你的恩惠甲祝福。总是小信的阮，时常为着信心无够额来道歉你的呼召。迄个代志我袂晓做，我有代志我无时间通参加。侪款的借口，这拢是因为阮的信心无够额。
阮无将信心建立伫主你的话顶面，阮也无够大胆来向主求。主愿知，人所做袂到的，在伫你是无所不能。愿你的圣神甲阮伫地坚固阮，就算阮伫逐项拢袂晓，敢若会当陪伴悲伤的人。主，阮嘛犹原恳求你，互阮借着你的话有信心，成做坚固的石盘，勇敢为着主你的工，尽力来跑走，直成到有剩。当徛伫即个2023的年头，也是南门教会的70周年，阮透过标灵会纪念的特刊，怀念南门的前辈等等水的脚热的活动来庆贺，互阮众兄弟姊妹搁一摆伫主内底三角结连，有换新的生命。主愿知伫头前的道路，还阁有侪侪挑战伫等候。但你已经为着阮拍开透到白上帝厝体的大路，也求你时时保守阮甲阮伫地，互阮勇敢壮胆，成做主你好的器具。无论伫生活，无论伫成功的各方面，拢通自信伫基督内底赢过所有的试炼，活出上帝的款式，来引带搁较侪人通认捌你，做阵行稳定的道路，也斗阵伫新的国度内底欢喜跳舞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的名，耶稣的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这是咱遐圣歌队来学咯。今仔日的诗歌是《仰望的诗》，信心的歌。
咱感谢圣歌队传咱来学罗上帝。这时，咱来看圣经，圣经是一位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。一句名我来读，因为囡仔对上帝生的，看赢世间，也迄个所以捌看赢世间的，就是咱的神。这是咱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予老牧师。今仔的讲题是除了得胜，无有选择。真欢喜在伫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吼。除了得胜，拢无其他的选择。吼，咱就知影讲，咱做基督徒伫世间是爱过得胜的生活。吼，也即摆咱的培灵会一个主题吼，得胜的生活，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啊，免啊得胜，讲起来吼，得胜很抽象，你有感觉无吼？什么叫做得胜？这个得胜你免啊解说。所以我这3堂昨暝、今早起也今下晡，我其实是用咱圣经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啊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所以咱的得胜就靠这3项。所以昨暝我伫遮来分享，讲咱要得胜，保罗讲因为有迄个听我的主，我用罗马书8章来讲。讲有啥物互咱来甲上帝听过长咧，拢无。无论是患难艰苦，不管是俄乌战争，不管是台海危机，不管是经济，无管是啥物，拢袂互咱甲上帝听过长。所以这个是互咱得胜有存。所以一个人得胜很重要，它里面要有爱。如果它里面没有爱，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得胜，所以昨暝甲兄弟分享到，讲什么叫做得胜？本来气甲要甲恁某离婚，结果忍耐，结果庆祝结婚50周年，迄阵你就得胜了。那个时候你就得胜了啊！因为你的爱被扩张了，你本来不能够忍受的，你在结婚的过程中间，唔知偌济摆，就想要放弃这个婚姻，但是最后你得胜了。所以什么是得胜？得胜就是我们的里面有越来越丰富的爱。当咱的内面有真多听的时阵，迄个得胜就是最实在的一个得胜。啊，今早起呢，要甲大家做来用另外一个角度，讲免怎样来得胜。咱对约翰一书第5章，甲大家做伙来看，你要安怎样会当来得胜？即是讲，甲咱讲免咱得胜，互咱赢过世间的，都是咱的信心。你要赢过世间，你要有信心。啊，要哪有信心？你若对上帝所生的，你就当赢过世间。谁若对上帝所生的当赢过世间？因为上帝会赏赐互咱有信心，互咱会当赢过世间。所以今早起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吼，你要胜过这个世界，你真的要有信心。即马可能记定伫咱头顶咧说吼，你若一天暗看新闻，你就惊死。你要有信心，相信什么？你相信上帝在掌权，你相信上帝听这块土地，啊，你相信讲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绝对这个世间是照上帝旨意在行。你要有信心，你才不会受到惊吓。那经济歹时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讲。无要紧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如果若是上帝关门，上帝必定去为你开其他的路。所以永远你都袂惊，永远保持信心来向前行。这就是咱的信仰。但是这种信心，若是无有上帝带伫内底啦，这款的信心吼，是家己建出来。是家己内底用想的，迄叫做自我感觉真好，但是袂堪要考验。所以你今早起来思考，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对上帝来的信心，毋是对家己来，也毋是对世间来，对上帝来的信心，必定互咱会当
得胜。咱除了得胜，即马这个时代，你无其他的选择啊！即马这个时代，毋是生就是死，毋是好嘢就是善，你有感觉无？即么叫做 M 型社会，已经无即个中间的路线。你也决定你到底要往倒边，也要往正边。人生要做出一个决定。即马这个时代，咱基督徒就是我一定要得胜。我若毋是勇敢，我就是惊死，拢无中间的路线。你若毋是对未来真有信心，大概你就变做一个精神病的患者，你都要定定爱食药才有法度。所以这是一个恐怖的一个时代。今下晡我要继续用启示录甲大家做伙来讲，为什么世界末日耶稣有讲啊？有战争、有饥荒、有破病、有这足混乱的代志。耶稣先甲咱讲，但是耶稣都算伫迄个时阵，你嘛免惊，因为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。所以咱下晡要来讲到5万，讲到咱信主的人，伫未来世界会愈来愈混乱，天气愈来愈热，搁兼愈来愈冷，极端的气候。粮食的危机，伫种种启示录所显明，将来一定会发生的混乱的中间，咱信主的人永远就是有5万，然后就当得胜。所以对昨暝到今仔下晡这3讲，都要用信心、听心、5万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所以今日要来讲伫约翰一书吼，其实吼，咱每一个人来世间拢是一个得胜的过程，你知无？迄是你袂记的尔吼。你出世是一场战争，你敢知？你出世的时候，你要对妈妈的腹肚要来世间，迄是一个战争。所以妇人人生啊生囝才艰苦，因为你生囝的时候，就是你腹肚底迄个红仔，要对你的腹肚啊经过安尼遮细芳，正崩空，然后来到这个世间，迄个过程非常的艰苦。所以咱做妈妈拢足伟大，就是安尼嘛吼。你看腹肚一细粒囝尔，底是红仔伫内底，啊要出来的时阵，是爱甲你硬装到要死去安尼，硬装出来，迄都是一个得胜的过程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每一个人来到世间，必定爱经过一个得胜的过程，你才通活。这个得胜的过程，毋是介欢喜，你知吼？所以你若要生出来的时阵，头一件代志一定要妈妈好，无好袂使，无好医生甲你吊起来拍甲你好，啊，这就是人生，好，这就是人生，人生就是安尼，人生是对目屎开始，你敢知影？成功的人生啦吼，一个人成功，什么叫成功的人生？我甲你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，其他你拢免参考啊，我钱趁偌济外国读册，迄拢骗人的。成功的人生，就是你来的时阵，你咧好，人咧笑，哦，大家欢迎你来，你好到要死去，边仔大家遮亲戚朋友，大家哇足欢喜的。有一日你离开的时阵咧，你咧笑，人咧好，都是安尼。你离开的时阵，你想着我的人生，我已经完成啊，我已经毕业啊，所以你走的时阵哦，你就带着自信胜利的笑容，讲我先来去啊！哦，恁踮遮继续慢慢啊哭哦，本身人生来走安尼。你走时你是笑，但是四周的人大家足唔甘的哦。千万唔通你要走时，当大家咧笑啊，当时想就失败去啊吼，死得好啊！哦，那么较早死的，迄个悲哀啊嘛吼。所以人生其实足简单的嘛吼，出世的时阵你咧好，人咧笑；人生经过几60年奋斗，走的时阵你咧笑，结果人唔甘，大家一直咧好，讲我现在足唔甘你走，安尼就成功啊啦！咱遮足侪长辈吼，我讲一句较无客气的话啦，你想看，你要离开迄天，人是咧笑，还是咧好啦？咱家己想看卖咧啦。咱造成咱的囝孙啊，这囡仔孙来讲啊，阿妈阿公，我现在足唔甘啊呢，还是讲哦，总算走了，啊，等遮久吼，你若话都等遮久，终于走了，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检讨的
也是咱家己自我检验的一个原则。你活的世间是互人嫌你啰嗦麻烦，还是对人疼？所以咱活伫这个世间，亲爱朋友，人生都是一场战争，你知无？除了得胜，无其他选择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你的人生若无得胜，你的人生不得胜的话，唔是干那衰你一个尔呢？我害你四周围的人，你捌想过无？如果你的人生不成功的话，痛苦的是你的家人、你的儿女，跟你身边所有的人。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有信上帝的人，咱有一个社会责任感。这我昨暝特别强调，咱来听这个世间，咱对这个世间有贡献。但是更较要紧，今早起要来讲，你真正要有信心，你要家己甲家己讲，我的人生一定要得胜。无论过去你的人生成功或失败啦吼，咱70周年、教会70周年，毋嘛讲，咱透过教会70周年，大家共同一个心愿，未来人生、未来日子，我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得胜。因为你的得胜，就是恁翁、恁甫、恁爸、恁母啊，甲你的囡仔的得胜。因为只有你的得胜，才会当互你身躯边的人，大家拢得到这款的荣光，得到这好处。只有你得胜，你心情好，大家才有好日子通过。你若无得胜，你家己痛苦无要紧，你会连累别人，唔通安尼啦。我细汉伫台湾大汉啦吼，拢讲台语。我咧庄脚所在吼，定然讲夭寿囡仔，拢安尼嘛，夭寿囡仔，你唔通去连累着别人呢？咱做人伫世间，毋是干那讲你好就好，爱大家好。但是即么无通选择，无一条路讲我无好，恁好就好，我无好，无即条路啦。要好大家好，要歹大家歹。即么即个时代就是安尼，无讲你一个好大家歹，一个歹大家好，无迄落代志。所以咱做基督徒，你必定爱得胜。只有你的得胜，才会当互你身躯边你所爱的人，大家拢总来得胜。但是你若要得胜，爱经过考验。耶稣伫山顶受试探，连耶稣来世间，魔鬼也无放伊煞，何况是你甲我呢？魔鬼是绝对要爱你死的，你爱记得这点。上帝要互咱得胜，上帝讲我派你来世间，就是无你得胜，这就是保罗所讲。讲我要来得到什么赏赐？上帝为我所备办的赏赐。保罗的观念讲，人生来世间，就是要来赢，毋是要来输呢。这是圣经的观念。咱每一个人来世间，上帝甲你放伫妈妈的腹肚底，你经过一个得胜的过程，离开妈妈的腹肚底，面对这个世间，后好后歹。这个过程，上帝旨意是啥物？上帝旨意就是你爱得胜，但是有一个来乱的啦。就是魔鬼，魔鬼唔互咱得胜。先讲魔鬼敢若一只狮啊，伫咱身躯边，就想要甲咱割掉，想要甲咱食掉。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魔鬼要咱失败。所以耶稣来到世间，上帝派伊独生囝讲：来，你去得胜。派你一个去，用你一条命换全世界所有人的命。你一个人有才调拯救全世界人类，你爱得胜。耶稣带着这个使命来到世间，结果魔鬼唔放伊煞。亲爱朋友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是带着上帝予咱的使命来到世间。你捌想过这个代志无？但是真可惜啦，咱的文化校拢无教册。咱父母无甲囡仔讲册啦，咱是足亏欠咱的囡仔，你知无？你要甲你的囡仔讲，毋是我甲你生落来呢。迄位囡仔讲，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？妈妈拢会问，我遮艰苦，你甲我考这个成绩，我这么辛苦，是为了谁？我干嘛把你生下来？囡仔讲，对啊，我也要问你啊，你干嘛把我生下来啊？我无叫你甲我生出来啦，你硬甲我生出来，就去叫我读书，艰苦到要害去，佫甲我骂。
哦，早上就不要把我生下来就好了哦。咱这个世界是足矛盾的啊。咱基督徒无同款吼，咱信主的人，你一定来甲你的囡仔讲，上帝派你来世间，就是有任务要交代你，而且你一定会成功，保证成功，绝对袂失败。这就叫做上帝的旨意。唯一失败可能是啥物？你违背上帝，你无要信上帝，你离开上帝，你家己要对魔鬼，安尼就有可能失败啦。只要你莫离开上帝，只要你跟对上帝，上帝讲：我既然派你去遐，我绝对保证你成功。要若无，我就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上帝。你感觉了解这个要紧的一个真理吗？上帝派咱来，上帝心意，毋是讲你试看觅啦，成功失败毋知啦，毋是安尼啦。你若安尼，上帝足歹心的咧。连上帝家己都无把握，佫派咱来世间，袂使。上帝讲：你放心，我甲你保证，你去，我绝对甲你负责到底。所以耶稣毋则讲啊，讲毋免烦恼，明仔载啊。耶稣讲，迄是无信主的人咧烦恼，因为伊无信主，伊毋知影讲有一个大头家伫天顶。既然咱信主的人，毋免烦恼食穿，毋免烦恼明仔载，上帝自然甲你带路。我等下我用我家己来做见证。上帝是真真活活的上帝，但是你必须要相信，你必须要相信。所以得胜最主要的关键，就是你要对上帝有信心，不是对你家己有信心，你对上帝有信心。所以保罗讲啥物？我夸口是咧夸口啥物？夸口我的软弱。保罗讲我袂咬一啦，我哪有啥物咬？我甲众人同款软弱。你的贫惰我也会，你的贪心我也会。保罗讲，所有你的毛病我拢总有啦。我独独夸口就是，我虽然这么软弱，我虽然这么有限，但是上帝无甲我放杀，上帝要阁竞选我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对魔鬼呛声，讲啊怎么样？气死你啊！我这么烂，上帝还爱我啊？不然你咬我啊！哦，保罗这个态度啊。毋是我搞，毋是我好，我优秀，拢无啊。像我这种的叫嚣，咱台语讲安尼，像我这种卡笑，像我这款呢，上帝甲我当作宝贝啦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哦，咱信主人毋通对人歹，但是对魔鬼，你尽量你甲歹。对魔鬼你毋免客气，圣经甲咱教示，哦，讲你要甲魔鬼吼，你甲抵抗。你若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。那对魔鬼拢免客气。所以你看，连耶稣来世间，虽然耶稣知影，伊这抓来绝对袂失败，但是魔鬼犹原唔放伊煞。所以亲爱兄弟，今日咱人活伫世间，魔鬼也是同款，要引诱咱失败。啊，要安怎引诱？就往那迄三步啦。魔鬼用伫耶稣身躯顶夺命三招啊！吼，往那用伫咱的身躯顶。魔鬼安怎试探耶稣？头一个石头变做饼，意思讲赚大钱啦，哦，赚大钱啦！耶稣，哇，你石头变做饼，食偌好啊，驶跑车，大好处，人生追求这啊！结果耶稣安怎甲讲？人活伫世间，毋是为着这。现在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对无？头一件代志，食好食歹，拢无要紧。圣经甲咱教示，基督徒是过简单的生活。圣经甲咱教示，有通食有通啉，你就感谢。食好食歹拢无差，因为食好甲食歹最后去的所在拢同款，叫做变数，对无？啊，困好困歹嘛是拢困一块蒙床，无你干嘛都困两块蒙床呢啊？你讲阮兜真好个。我半暝1点到2点困一更，2点到3点佫困一更，3点到4点佫困一更，你安尼敢有较好困呢啊？你装痟的无嘛？都无嘛？无论你困倒位，都一暝困到天光，安尼就上好命的嘛。你困在蒙床敢有差？迄无差嘛，
对不？所以圣经讲啊真清楚，咱信主的人要得胜，你学耶稣。头一点，当魔鬼用物质甲咱引诱，讲你一个月赚偌济，咱唔通听这个白贼话。但是真可惜，咱信主的人常常受世俗的影响。过年的时阵，囡仔转来，这子孙、亲戚朋友做伙，我那开始咧问啊，一个月赚偌济？拜托，信主的人唔通问这。咱信主的人，搁一个月赚偌济？赚较济未分，你问迄要创啥？对无？赚无你敢要啊？无你敢要贴伊呢啊？你若要问你讲，你叫我赚偌济？啊无够，啊我贴你啦。你若安尼，你就通问无要紧，那你就受欢迎了，对不？赚无够，我总贴安尼，哦，那你真的是绝对是受欢迎的人物吼。啊，无讲这要创啥啦？但是魔鬼就是咧讲这啊。魔鬼讲什么叫做得胜？熬趁钱得胜。魔鬼讲什么叫做得胜？看起来真少年叫做得胜。你敢真正感觉讲看起来真少年，敢有这要紧？我感觉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上界重视外表的时代，因为这个时代会当做美容，你知无？哦，你这小姐拢去做美容啊？80岁有才调，你看敢18岁安尼啊？我讲实在啦，你若80岁家己照镜，看到敢18岁，你家己拢袂感觉怪怪吗？因为咱信主的人，心理的年龄甲身体的年龄爱 match 嘛，对不？我这些人经过足侪代志啊，留下岁月的痕迹嘛。啊，你都明明80岁都袂当接受家己已经80岁，硬要拉皮拉到18岁，咱若讲一个较无客气的话，心理不是很健康的。哦，80岁到80岁，啊，80岁看起来敢袂输，敢若60岁。啊！你这是自我欺骗你啊！你看起来久也无较错，心灵前提出来看80岁就是80岁，无你是要骗什么人啊？这拢无差。人耶稣是啥物？圣经描写耶稣，耶稣大帅哥，耶稣你好帅哦，有无？无啊！圣经写得真清楚啊！圣经写得偌凶的呢？讲耶稣没有加行美容，耶稣生做无引导，下面这句更加凶。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。哦，这句真正，他就播这句就要创啥啦？无缘投就无缘投，佮讲人看到我，家早我无生做安尼。来用圣经讲，耶稣生做足歹的呢。拢无呢，即摆我看图吼，耶稣都生做还不错吼，迄种人想出来啦。我们自己把它美化了，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我们信的耶稣不是很帅啊。耶稣讲这是要创啥？世间这个人认为得胜的物件，咱信主的人也咧追求这个物件，安尼咱就叫中着魔鬼的诡计。所以这种无要紧，食好食歹，生做受水也歹，拢总无要紧，这就是耶稣的得胜。后来魔鬼将耶稣带到圣殿的顶面，讲你跳落，上帝派天使来给你神，这叫做成就感啦。咱人就是咧追求成就感啦，你知无？啊，你人拢是安尼。连阮做牧师的嘛是拢定定叫魔鬼的诡计吼，甲阮陷害。阮做牧师的人头一个甲你问，啊，那牧师你伫对咧牧会？讲我伫圣地亚哥呢。啊，你教会几个人？啊，我讲几个人差不多，哎，我若讲20-30个，讲吼安尼哦，安尼美国安尼真竞争呢吼。我若讲200-300，讲有200-300个袂歹。我若讲200-300个，哦，赞！我想足悲哀，你知无？信主的人还搁咧算人头。来，圣经讲几个人聚会，上帝甲咱做伙2-3个。啊，无你好大，你讲我教会2-3个，我说你们那个异端吧，2-3个。你知道，咱人足可怕的。你若感觉讲阮教会人无济，会有自卑感呢？会歹势呢？阮教会无几个人呢？迄做无数人讲我教会无几个人，敢若我足失败的呢？世俗的想法。魔鬼讲：来，你对圣殿跳落去，天使甲你信的，哦，真勇。耶稣讲：唔通试探上帝，唔通试探上帝，唔通用世间的成就感来试探上帝。
你要服侍上帝，你就专心。上帝托付你做啥物款的工课，你就做啥物款的工课，唔通做互看。对圣殿跳的表演，要互看，无意思。咱人活的世间，唔是要做互看，唔免就安尼。魔鬼最后带伊去山顶，讲啊，拢你的啦，荣华富贵拢你的啦，成功啦，对无？啊，这种空虚啦。我即摆转来对。阮妈妈住伫嘉义啊，我带妈妈去佚佗。我带妈妈去一个所在，伊讲伊开始根本捌去过，我带一条讲啊，你到现在没有去过？伊讲没有啊，我说啊，你一定要去。我带伊去慈湖看总统讲功。哦，要去看啊，因为我细汉时阵，那阵学生囡仔去过嘛吼，足久无去啊，我唔通看啦。哦，我甲母话讲，你要吼。若有机会见到伊吼，你甲讲，我是有必去看，啊，你无我看呢？哦，我带伊看啥？你知哦？铜像，你知无？全台湾的蒋公铜像足济嘛，对无？夏后啦，足济公啊，拢有嘛吼。啊，拆拢放迄堆，拢放喺慈湖啦。所有总统蒋公的铜像拢伫遐集合，立正站好了。够伊啊！你若伟大到一个程度，各夏校、公园拢有你的像。下场也只不过是安尼尔啦，对无？偌济钱政府补助啦，拆一座2万啦，价值2万块尔啦。人生咧追求这吗？就我伫历史上留名，大家拢捌我是个伟大的人物。耶稣讲唔免啦，咱人生唔是咧追求这物件。所以现在兄弟，咱活伫世间，啥物叫做得胜的人生？得胜人生，毋是我食比你较好，穿比你较好，读比你较好，住比你较好，使车使比你较好。啊，阮囝佫比你较敖，阮囝比恁囝佫较敖，阮孙比恁孙佫较敖。这叫做得胜哦，这是魔鬼的诡计，毋是安尼。圣经甲咱讲，得胜就是你对上帝有信心，赢过世间，就是你相信上帝的旨意伫你的身躯顶。上帝派你来世间，叫你做的代志，你拢有完成，安尼就是得胜。哦，圣经甲咱讲，以赛亚书讲你要倚靠上帝，你要相信上帝派你来世间，无可能失败。所以讲啦，倚靠你的，你保守伊平安，因为伊倚靠你。哦，圣经也讲你若惧怕人的，哎呦，这个人出名呢，伊这当市长呢，伊这人真好嘢呢。你看到高人，你就自卑感嘛吼。讲这款的人吼，你是敢若亲像吼鸟啊叫蚊啊蚊去共款。你安尼活了真痛苦。伊讲倚靠耶和华会安稳，唔通倚靠世间这地位啦。所以咱今日读嘅经文，甲咱讲，咱人活的世间是倚靠信心。活的世间最要紧，你要得胜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相信上帝派你来世间。一定有伊的旨意。若讲到信心哦，这真趣味。英国有一个教授，伊研究基因。这个人哦，做一个足了不起的研究啊！伊追踪英国的15000对的双生啊，对因出世一直甲追踪，到因落尾当大人哦，研究20年啦，研究20年，结果呢，伊得到的结论是啥？伊研究双生啊，就是讲你两个基因拢共款嘛，对无？啊，落尾人成就无共款，差咧倒位？伊讲信心。啊，真复杂的一个研究，我只有简单讲，伊的结论就是讲，一个人的成就甲伊的头脑好歹，较无遐尼直接的关系，是甲这个人有信心无信心较有关系。所以用20年的时间看双生啊，较有信心的迄个人。成就拢较好，毋是头脑好，因为双生啊嘛，基因的条件差不多嘛。所以讲，决定的是啥物？是倒一个人是表现出来更较有信心，这已经赢过伊的基因。啊，是安怎信心哪有这个效果呢？因去做这个研究，伊讲吼，信心吼会互大脑，咱人的脑，当一个人你有信心的时阵，你的脑会产生一个变化，哦，
讲有信心的人，伊的压力就会减轻，伊就会当有信心做出伊的决定来。伫迄个你需要决定的时阵，你的脑会自然帮助你做出一个要紧的一个决定。所以讲，信心会当用科学，毋是心理作用了。信心是引起你的身体的一个反应，所以伊讲呢，伫加州的一个教授 Taylor 伊嘛是去研究，伊讲当你有信心你会产生一个叫做催产素，你的脑会自然产生这个化学的物件，伊会互你一个人变做真乐观，互一个人较袂 complain。减少抱怨，更较乐观，更较爱甲人做伙合作，所以这种人就容易会成功。所以简单讲，就是科学已经证明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伊的身体、伊的脑会产生更较好的反应，对到伊的生活上会更较悬的几率来成功。这就是圣经甲咱讲的道理。咱较早讲信主人有信心，即马科学已经证明啊。这是有科学的一个根据。咱这最后要来问我信心要对倒位来？头一个我昨暝讲的，上帝听带来信心。你若想到世间有一个神咧甲你听，有一个神咧甲你引带，你就有信心。第二点，你若一个信上帝，咱拄则所读的约翰一书讲，对上帝生啦，若有上帝灵伫你的内底啦，上帝灵甲你引带的人。你就有信心，你自然你就有信心。第三就是你要操练，因为练了久，你就有信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我去到美国这几年，我都是伫信心的功课得到真大的操练。8年前，当我迄阵受到邀请，要去到圣地亚哥服侍，迄阵我对纽西兰转来到台湾。然后呢，美国的邀请，迄阵我就甲阮牧师娘参详，我讲我感觉啦那即摆过来，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段的服侍啊啦。因为迄阵已经50岁啊，我去美国算51岁。我讲我想要有一个突破，我想要靠信心，因为上帝互我感动。我想要去美国。我去美国的负担就是，我想要去美国邀请这台湾人的教会，大家会通为台湾做更较侪代志，来栽培台湾囡仔，这是我的负担。所以我对间教会讲，我无要徛一间教会，我要世界走总，我要去拜访这台湾人的教会，我要邀请伊讲暑假派福音队转来台湾教英文，邀请台湾的囡仔。去美国，这是我的使命啦。所以我过去这8年外时间，伫美国无共州逐世界在走总拜访足侪教会。但是安尼我无固定徛一间教会，安尼我哪会好意思去领教会的薪水咧？所以我甲圣地会教会讲，我无要领恁的薪水。我要来这间教会2个条件，一个条件我无要领薪水，第2个条件，恁来放我会当去其他的教会。我一个月只有一半2摆伫遮，剩的两个礼拜日，我爱去拜访其他的台湾人的教会。我想要去呼吁这台湾人的教会，上帝派恁对台湾去美国，毋是互你去遐咧好停车的啦，是互你去遐会当将美国的资源带转来台湾。我带着这款的信心，感谢主牧师娘甲我支持，所以我甲迄个教会讲，我讲恁为我自由奉献就好。我无要摕恁的薪水，我你另外用一个口做，人若为我奉献我钱拢摕倒来教会。你也免他妈想讲我无输外口趁偌济，我足清楚的啦。都所有的外边我讲完的费用，人甲我奉献，我拢总摕倒来教会。恁才对我摕倒来钱，才阁发薪水互我。所以我是有薪水，只是毋是对会友的奉献。安尼会友的奉献，恁中执会家己决定。落尾中执会讲，牧师，阮有中执会开会讲，无安尼啦，阮家己教会会友的奉献来支持你大，甲你补贴你的住处，生活费用无就照你家己讲的安尼，我用安尼8年，
像遐这8年真正靠信心。什么叫做戆胆？我一去的时阵，租厝美金3000，我真正是惊到我打死啊！原来遮贵。我若知影遮贵，我哪敢讲我要靠信心咧？啊尔话啊，安尼打一个月是要偌济才有够用啊？会惊无？会惊。我足坦白讲，会惊。戆胆，迄阵是用台湾的费用算美国，你知道？毋捌去过美国啊？任何物件拢台湾的2倍、3倍啦。我一大堆费用，什么保险有诶无诶？生活费用，若一个月吼，无一个6、7千美金吼，足歹过一个。6、7千就等于代表20万呢，迄钱要对对来，惊。啊，无都头洗落啊！你袂当甲我讲啊，歹势啦！我迄阵都吼，毋知影吼，啊无即摆敢会当改，你哪会好意思啦？啊，只有讲祈祷啊！我头一个礼拜出外去服侍，无熟悉人，毋捌我，讲我无输，你即摆来遮要凭信心，啊，我甲你支持，写一张支票，5000块美金。我伫美国收到第一笔的奉献，5000块的美金，5000就是15万呢。我伫台湾毋捌收过有人为我奉献15万呢，佫无熟悉呢。我为有一个超过15万，是我为一个微信者啦吼，伊的家属微信者我做个别式安尼啦，伊了拄20万啊，我讲你甲当做西公呢啊，所以我是无甲收啦。靠迄落牧师个别是你问你对牧师，搞了个别是人收你30万，绝对变西公啊无？你敢收这个钱哦？毋敢甲收，我毋捌收过这个奉献安尼。简单讲，这8年来，不但我无欠，而且我这个口座，佮支持阮教会村的新学生，有足侪这新职人员，即么我这个account吼，即么支持我佮2个新学生，啊，佮包括阮有一个英文堂的牧师。就是咱台湾有一个康来昌牧师，你可能捌听过吼。因囝细汉是伫新学院，我是康老师的学生。新学院细汉时我捌甲抱的啦，即摆已经新学院毕业啊，伫阮教会英文堂伫实习，哦，伫服侍安尼，啊，所以伊的厝税，我咧甲伊立，就是信心。我就看到讲上帝是足奇妙的。佮再来，我的心就是讲，毋茫款待这台湾囡仔去美国。过去这几年来，我毋知邀请偌济这牧者啊，这信主的人，伊的囡仔拢总去美国，去遐后去1礼拜，后去1个月，后去3个月。我就看伊讲，你只要有信心，上帝要托付你做的代志，一定会成功。我用我过去8年伫美国，真正是看到上帝所做的工课。即我即摆已经有成立一个叫做台美文化交流的协会。专门就是讲暑假的时阵，叫这美国囡仔倒来台湾，啊，台湾囡仔带去美国。哦，有一个牧师生6个囡仔，啊，讲6个免来去美国，我无要紧，你负责分的机票，剩的食、住、车，我总包。伊去住3个月，伊讲对伊真大的祝福。若无阮甲伊款待，伊安尼一家8口去美国，迄到底要开偌济钱啊？这是我的负担啊。所以我伫遐都是伫遐熟悉牧师，伫6几月，所以足侪美国的资源爱摕倒来台湾，台湾的资源摕去美国，台湾的囡仔去帮忙美国，因为美国的囡仔袂晓讲台语，袂晓讲华语，咱的囡仔去真正是互相帮忙。我也足忙吼，恁牧师倒来伫遮，我感觉讲我今仔日甲恁邀请，咱人门教会吼，我来通甲6几月的吼，安尼姐妹教会一个安尼。哦，互相交流，咱这边不是咧去，迄边定定拢会转来有交流。阮即马伫暑假啊，阮即马伫台湾已经有一开始伫嘉义的大拿，落尾伫花莲、伫新庄，即马已经1年中间搁台北，差不多4个所在、5个所在，拢有咧做即个英文教囡仔，哦，国小甲初中，甲因教英文，啊，甲因传福音，用美国的教材带倒转来。恁的场所真好，所以我想牧师会当参考。然后意愿的时，我若安排一团，每年暑假时，恁遮开一团，拢有遮附近的囡仔来遮学英文，用安尼对因来传福音，拢总是凭着信心，凭着信心行这条路，上帝的开路非常的奇妙。
所以我要来勉励所有兄弟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健康，你真正一定要对上帝有信心。上帝派你来世间，无白白派来。上帝是保证你的胜利，保证你最后会当见主的面的时阵，是得到赏赐。所以咱的结论是，雅各书讲，咱的信心要经过试验，才会忍耐。你要凭着信心，甲上帝讨，拢无怀疑。怀疑的人，敢若海中的泡影啦，风吹咧尔，都淡仔咧心啊。即款的人，莫想要对上帝遐得到啥物。所以得胜的人，一定要对上帝有全面的信心。上帝一定对咱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拢有最好的带领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予我正兄这组织伫南门教会70周年，过去这前辈有好的信心的模范，互阮来学习。毋望阮也继续行这条信心的道路，互阮的后辈、互子孙透过阮的脚业，互因将来也行一条得胜的道路。恳求主赐福，阮的正兄这每一个人，拢会通对上帝充满信心。伫即马这个末后耶稣特别来的时代，阮会通做主光灯，会通做见证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要带一寡册，因为这几年我拢用文字有写册，所以伫楼骹等下大家若有趣味的人会当买一寡我的册，登去参考。多谢。咱感谢老牧师的信息。那咱即摆用圣诗551首来回应。咱请起立。请坐，即是咱三甲来奉献，请建雅执事甲嘉宏执事。
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我来报告，咱感谢老牧师伫即摆为着咱释教70周年来举办德性的生活培灵会，带予咱宝贵的信息。下晡还阁有一场哪困难哪德性，请咱逐个兄弟老婆来参加。地下室嘛有替咱准备简单的肉粽。第2点，定期好会2月12，咱顶礼拜已经顺利开好会，接纳各部门的报告甲决算有算，嘛选出博华甲迄个皮豪兄来为咱做检校的委员。第3，伫2月22开始，一直到过偌济的进程，咱照往例会伫咱内底有一个灵修默想的迄个经文，请咱逐个兄弟踊跃来参加。2月26后礼拜，咱要举行圣礼殿甲洗礼，当日上午9点50伫6楼要召开小会，请长老甲要受洗兄弟姊妹来准时参加。手抄圣经，咱伫后礼拜要结束，但是请咱兄弟若已经完成的，尽量伫礼拜中来交会，因为咱办公室还阁校对整理，到法度来送迄个。圣经公会来装订。咱3月18，咱要教育组要庆祝70周年的比赛。网球组3月18，1点半到4点伫台大第5、第6个网球场举行。伊伫3月14到3月11下晡的2点到4点，伫共一个场地会当互咱练习。详细情形咱来请请问迄个赵胜雄执事。乒乓的比赛伫4月12伫地下室来举行。咱伫释教70周年的活动内底，4月12的礼拜中，咱要举行信仰前辈对水的水的脚遮的即个特别的礼拜，要请咱逐个兄弟咱已经安息的亲人，因的相片、资料，甲因的出世的生日甲过身的日子，咱会甲做资料提供予办公室，咱要来整理，伫4月12要有一个特别的礼拜。另外，赈灾的募款，那请总会教社部发起的赈灾募款，请咱下伫红色的奉献袋仔内底。那其他顶悬注明爱是互地动的奉献，安尼。具体关怀。咱社姊分姊妹目前伫台大入院治疗，伊伫2月15已经决志受洗，牧师替伊洗礼，伊伫治疗中，请大家继续来代祷。团契消息，2月26第2场礼拜后有副团契例会，咱来邀请台东骨科的主任罗耀斌主任来专题演讲，请咱大家来劳保参加。教界消息甲台岛的事项，那请咱来看周报。牧师才有1点要报告。提先代表教会多谢老牧师，伊真无闲答应为美国转来甲咱主持咱即个培灵会，所以望咱确定尽量会通留伫教会，咱有准备肉粽，7点咱就要过第3场有望才有德性，咱通过信望爱来过德性的生活。
老牧师，我想免介绍吼，咱会通继续听迄落来介绍牧师娘。我嘛即届才第一遍看到牧师娘，虽然我定看咯。你毋知影老三牧师会晓演布袋戏吼，牧师娘会晓唱歌戏。昨无来的人昨无来都了真侪啊吼。下晡咱才去拜托伊唱一届看卖者吼，伊会晓唱歌戏吼。咱来欢迎刘晓婷老牧师娘吼。以后多谢老牧师提醒，毋茫将来吼，甲美国一寡大美教会通较好的联系。今仔日有几个为美国转来吼，因拢有听到的吼。咱来看会通甲南门教会联系起来。我来介绍为拉斯维加斯较远的所在来吼。迄个 Scott 甲 Tracy 吼，潘先生因夫妇因是伫拉斯维加斯的教会吼，大美教会阮伫美国都有熟悉，欢迎恁倒转来阮望嘛会通搁牵起起来吼是来介绍为尔曼吼，我的教会迄个萧庆和兄因夫妇甲 Gloria 李雪芬毋知影阁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无？什么人？邮长的查某囝，我为美国转来，多谢，欢迎，多谢。嘛咱看定食饭的时阵吼，食肉粽的时阵有机会通好来迄落。我特别爱拜托咱，你手抄圣经来未交，一定即礼拜爱交啦吼。咱要赶紧会通付着迄落咱的4月初9的迄个70周年的礼拜吼。拜托咱大家，有啥问题，请你互我知影咱赶紧甲即个代志用好势，多谢。咱三甲来吟上咏，圣诗618首，咱吟第1节、第2节。咱请老师来祝祷。咱用信心领受上帝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特别上帝听从、圣心感动甲相通，甲咱每位兄弟三甲一体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